人醒了，呼吸就没那么均匀了。这是哪儿？城郊的一个小地方。你是谁？我是段飞一个老朋友，我想见见他，但是怕他躲我，就只能借你帮个忙。哎，等一下啊！他已经来了。你想把他怎么样？我想把他杀了。可他不是你的老朋友吗？我想杀他，他想抓我，折腾了好多年，就成了老朋友了。我告诉你，等会我会跟他打一场，你可千万别乱动。如果你跑出去给我的人看到了，我只能在那边把他杀了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他们给了你多少钱？哎呦，你也想买通我呀？那你得看着我呀。来，说，你有多少钱？相信我，最近天海市发生了太多事情，警察也好，势力也罢，你根本就不知道你趟的是什么浑水。不错，临危不惧，难怪他娶了你。你们结婚多久了？去年6月6号。是吗？才不到1年，不到1年，段飞就变得那么迟钝了。告诉你，其实我从不伤害女人的，但是如果你跑出去触发了什么东西，这可另当别论。你等一下，击倒段飞有个好表现吧？等一下。走。
看过了，没有目击者。要不说你是一个笨海盗呢？那监控器呢？离开市区远一点，哪还有监控录像啊？影峰，喂，我到天海了，你们在哪？啊，我们这儿出了点小意外，你先到道光路上来，我们在怒克酒吧。段飞呢？暂时还联系不上。2分钟之内确定目的地，我现在就赶过去。好，那你开着通讯器。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呀？再等下去，飞哥真的找不到了。你要不报警，让警察来处理。不行，老大跟于世彤都在他们手里，怎么报警？喂，段飞呢？你是柳峰？没错，段飞的人呢？你找他有什么事？我只和本人说。他现在有事情在办，你要么相信我，要么挂电话。段飞在天海好像有一伙手下，是你们吧？哼，我明白了，那个杀手没来找我，是去找段飞了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如果你们是段飞的人，我们就做一笔交易。不过首先你们得派人来接我。怎么说？他要跟我们做笔交易。什么交易？没用的，这里都是屏蔽器。布雷，你要打电话，要走出好几公里了。你不是想抓我吗？那又怎么样？你太太在我手里，跟我来。走吧，进去。坐吧。我问你，是不是你找人杀害我哥？是不是？王某，你冷静！你凭什么就说他是雇的人？咱们也没有证据。我也没有证据。这件事跟他脱不了关系，我们为什么要相信他？我们来的时候确实有人在追他，我费了老半天劲才把人甩掉的。行了，先把这事放到一边吧。说吧，你想怎么样？你们3个是段飞什么人？这个也不用担心，我们能代替段飞。那就好。
有人在找我麻烦，我要离开天海避一避，能安排吗？还想走？说说你的筹码是什么？我知道怎么对付武学清。那你是不是也知道怎么对付那个杀手？什么意思？段飞让那个杀手杀了。段飞追那个杀手去了一个地方，他们带着信号干扰器，我们追踪不到位置。